来这件嘛是喊过，伫个中华的丁草路看到真离谱的骑机车的方式，一个骑士穿衬拖啊，两只脚揪起来，靠离个机车的手环，两只手搁咧背手机啊，看手机啊，而且速度无慢，大约20-30公里，是互民众看到一直海头，甲录影，甲影片放起伫网络顶，有民众来警惕，讲高手在民间。 但是若失觉差，就失手在阴间咯。警方调出着监视器，认定这个骑士危险驾驶，讲会甲罚款。民众行车记录器翕到对向一台机车骑过来，不过骑士骑车的姿势真奇怪。详细来看，伊是甲双脚举起来搭伫机车的手环，尻川坐伫椅仔上后壁的扶手，两只手阁真无用咧背手机啊。 敢若咧表演着司机量的方式，互看到的驾驶阁有民众感觉伤合。当然嘛，做危险的啊！啊，毋是自动车啊，那有可能用遥控的，这嘛是要手控啊。影片曝上网，有民众闹话讲，真正是高手伫民间，失手伫阴间。而且若是用脚骑车拄着紧急状况，两只脚打洞啊找变形，需要反应时间，哪有可能会付？ 骑车地点是伫中华县的丁草路，远景调监视器找到骑士，伊当时阁是穿衬拖啊，用脚咧打手环，互人想袂到安怎用脚来吹油门。你个用吹落嘛，含的来讲，伊的速度，比如讲头前我无车30、40、40，啊，变做讲即个成年脚骨就固定起来，后手都是算伊的手指啊，啊，过来因为即个骨固定啊，你个按在你很多落去安怎活来。 机车行的师傅看到影片嘛，讲实在伤离谱，阁无记一个用双脚骑车安怎吹油门，研判是先用手再换双脚来打。不过安尼嘛伤高工，而且真危险，阁加上两只手拢咧耍手机啊，目睭嘛无注意路况，真有可能就会出车祸，影响到无辜的用路人。远景即马嘛要紧去翕到的车牌，找到骑士，要依照危险驾驶来罚钱。 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